年頭黃到年尾。再少一間米芝蓮西餐，廣州文華 Ebony 推倒重建，變成中餐。今日同我一齊去參加開幕儀式。Follow me，精神。今天要亮相的餐廳，它的名字就叫唐。好熱鬧的秧歌舞表演，點讚開飯。210個餐位，設計靈感咧源自神話豐收盛宴，頌揚古代先農智慧與市井嘅煙火氣啊，呼應嶺南騎樓細語，用建築同歷史騎樓色彩體系咧，重現昔日廣府市集風貌，活力四射嘅明檔廚房，將餐廳融入藝術連廊。餐廳咧就係阿嫂主嚟嘅，大膽咁樣推倒重來。咁啊，早餐咧亦都會加入咗好多我哋嶺南嘅特色、廣東嘅特色同埋潮汕嘅特色，以及我哋嘅點心，全部都係手工製造，更接地氣，更具有這個煙火氣。一路風生水起，二路金銀滿地，三路生意興隆，四路四季平安，五路五福臨門啊，六路六六大順，七路出入平安，八方來財，九路長長久久，十路十全十美，年頭旺到年尾。呢度嘅出品融合嶺南食材與各地嘅風味，除咗粵式美食，仲有潮汕風味小食同手工點心。總結起身就係喺奢華五星食到街頭風味。廣東人是對雞一定是情有獨鍾的，除了白天雞以外的蛋糕館，語言舉止，粗顆粒的海鹽，沙子包起來之後，雞通過了醃製，然後呢再用海鹽熨熟。客人一進來看到這一大鍋雞，他就會點。可以點一隻，可以點半隻。那有一些客人喜歡吃雞，他連一隻都會乾掉。好入味咯，佢雞咧都攞爆汁嘅，呢兩樣特色。粵菜廣州隊申請出戰，同屋企煲味道一樣嘅赤小豆豬踭粉葛煲鯪魚，帶住花椒根不換味道嘅五筍魚，味道超正。呢個芝士番茄牛肉配油條真係估佢唔到啊！再食翻碗暖胃暖心嘅潮式牛丸、吊龍湯嗰條，仲有我最愛甜品之一嘅鮮磨蛋白杏仁茶。最尾講下定價，人均呢大概300。呢間餐廳你有冇興趣試下？關注我一齊食好啲，下期再見。